最近我读的许多其他的书都提到了这个王阳明的心学嘛，因为他讲的是知行合一。怎么说呢？这个书实在太艰深了，我读了很久了，就为了读这本书，有的时候我就读一点点，然后再做别的。啊，请进。很多亲戚在一块儿，大家都是看电视啊、玩游戏啊、打牌啊，然后我们两个像个异类一样，一人捧着一本书在那儿，显得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又乐在其中。他是在那个地方阳光比较好，然后有花有草。我呢喜欢在这个明代的这个榻上面看书。这是我平时会看一看的意大利语的当代艺术理论书，这是一类。吴鸿著的这个他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书，还有我很喜欢赵孟頫，因为我是赵孟頫的第30代后裔，所以我关注他也很多。另外还有一些画册，当代艺术的画册。我有时候看的好的书我会推荐给他，他看的好的书也会推荐给我。比如我们正在看的前不久刚看完的一本书，对《兰花路》，我们两个都特别喜欢，然后就强烈推荐这本书啊！这本书太有意思了，太人文了。就是晚明的一些文人在江南造园子呀，包括那个家国破灭的时候那种国仇家恨，非常有意思。还有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下，这文人是怎么生活的？特别喜欢买老书，尤其看你那个书迷之后啊，算了，不说这个事儿了。尤其是看了一个纪录片之后，跟书有关的一个纪录片，我更坚定了我买老书的这个兴趣爱好。我觉得藏书挺好的，你看，摸起来的这种质感、手感，这种轻便的这种感觉，摸到手里边这种人文的这个气息，然后你打开它，看它这个排版，这种疏朗大方，从造纸到刻版到印刷，到最后到装订，全部都是手工完成的。这样一个书拿在手里边，怎么可能没有温度呢？我们做手账的人都说，每次出门就像拾废品一样。为啥？就是像这种宣传页，你知道吗？这种宣传页全部都会留下来，因为原因很简单，因为上面就是像这种图画，就你都可以就是把这个小人物给剪下来，然后贴到你的手账上。然后就是你到时候回过去翻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就比如说，等你80岁的时候，你再翻到你20岁的手账，你会给你的后代说，你看那个时候很红的明星，我去看过，你看这是票。这是当时的票，我当时去看陈绮贞的演唱会，然后当时他有飘一些小纸花，然后我当时就是捧了一堆纸花，把那个纸花塞到了我的包里，然后就是把当时演唱会的纸花给贴到了手账里，像做植物标本一样。比如说你的爷爷，然后有时候会拿出来，可能上个世纪20、30年代、30、40年代很有历史意义价值的一些东西一样，你当时可能觉得就是一些废纸，但我觉得经历一些时间之后，我觉得你再去重新翻这些东西，它还能以这样一个实体的形式存在，我觉得是很珍贵而且很有意义的。我收到他的心情就是，我明明已经20万粉丝了，为什么他给我发了一个10万呢？不过还是挺开心的，也是一种肯定吧。那玲珑的角楼，最让人觉得喜悦的一刻，就突然你在看书的时候，脑子里跳出了一个场景，而这场景能够跟书里的情节能够合二为一。这个按照他脑子里浮现的那个画面，真正可能给他串一下的时候，那个小说里面的人物可能能焕发出一些他本来在设计里面有的那些光彩，可以立得出来。万语千言不如一见，就是你一定要看到所有的资料都不能替代你亲身的光临，你亲自到那地方去，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一向觉得读书是比较私密的一个事情，但是后来绿茶跟我说阅读需要分享，我觉得也有道理。我觉得需要分享的是阅读方法和阅读色艺，不是说具体哪本书，一本书你喜欢我不喜欢太正常不过。读书确实是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私密的事情，但读书这件事情它可以是公共的，这个要分开。让我们以书为舟，开始一场奇幻漂流。